旺角上海街479號半島碼頭飲茶。港鐵旺角站 E1 出口出站後向前行，去到交通燈位過馬路，過馬路後轉左向前行，去到街口轉右向前行，去到上海街過對面馬路，過馬路後轉左再過馬路，過馬路後向前直行，去到71，再行前少少就到酒樓啦。星期一至五早茶8點至11點29分，下午茶2點至4點。星期一至五早茶同下午茶，茶錢12蚊，小點21個8，中點27個8，大點33個8，特點37個8，頂點40個8。早茶點心14個8起，孖寶38個8。早茶蟹子燒賣王14個8，燒賣有肉汁，冬菇味幾香，唔錯。醒神孖寶38個8，鳳爪排骨飯有蒜香味，味道可以。燒汁煎釀茄子新鮮炸好，燒汁調得幾好味，好食。下午茶燒味湯賴28個8，粉麵飯58蚊。下午茶燒鵝湯賴28個8，燒鵝皮有少少腍，整體中規中矩。潮州蒸粉果21個8，蒸得剛好，味道 OK。鮮竹牛肉球22個8，鮮竹改咗紹菜，味道正正常常。早茶埋單85蚊，下午茶埋單107蚊。